西里145县道是台中的大甲马每一年辽警一定会行的路线，但是目前这条路正在做西寮1号桥的工程，所以大甲镇南宫、西里复兴宫、甲新田宫等等的庙宇是做伙到现场来会勘，看过要做啥物款的措施，让这个辽警更加安全。 西里镇果菜市场附近的145县道是当年大甲马绕境的路线，不过目前正在进行工程，所以庙宇拢在烦恼绕境的时信众队伍的安全性。去了1号桥在改造，改造就对啊，遐便道就对啊，暗时啊就对啊吼，光线无够哦，伊暗时过就对啊，迄几十万人要过就对啊，会有危险。 为了让信众会当安全对大甲马进香，大甲镇南宫、西里复兴宫等等的庙宇代表，希望会当伫替代道路斗阵飞。这条算新路吼，这路口有我拄有拜托处长讲吼，到时灯光甲咱派较光的，这要甲扎起，安尼较袂香客行掉路，唔行掉路去吼。过无偌久，就是大甲马绕境的日子。 嘛，请各位信众咧行145路线的时，要特别注意安全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